大家好，我係靈異獵人小賈。你哋有冇試過行樓梯嗰陣會數下梯級？老人家成日講話，夜晚千祈唔好數，因為好容易數到啲唔應該有嘅數字。更重要嘅係，如果你發現數字唔啱，記住千祈唔好翻轉頭再數一次。呢個故事就係咁開始嘅。林默將最後一個紙箱啱啱搬到402室，走廊嘅聲控燈突然啪一聲熄咗，佢用腳揼下地，燈就着翻。老劉成日黑口黑面嘅保安，佢壓低佢嗰頂黑帽，揸住個電筒，眼神好唔耐煩，成個樣就係想催林默快啲搞掂。呢棟樓係1973年嘅舊唐樓，冇電梯，牆身發黃，扶手啲鐵鏽好似啲乾咗嘅血跡咁。林默住喺4樓，佢日日上落都係要行樓梯。佢啱啱出嚟做嘢，窮到飛起，基本上除咗呢度冇第二個選擇。每日最痛苦嘅就係行樓梯。加完班放工翻屋企，佢習慣性開始數樓梯。1、2、3、4，數到12嘅時候，佢已經上到4樓。咦？12唔係13咩？佢覺得好奇怪，佢記得之前係有13級，仲因為多咗個級差啲仆低。不過佢冇理，翻到屋企整咗個杯麵食，食完沖個涼就瞓喺床玩手機。迷迷糊糊之間，佢覺得有人貼住佢耳仔，對住佢開始數數。1、2、3、4，喺耳邊講嘢，搞到佢覺得耳仔好痕，但又唔敢喐。佢死都唔轉身，最後終於瞓着咗。第二朝，林默望咗樓梯2眼，搖咗搖頭就趕住去翻工。放工翻嚟嗰陣，佢又忍唔住數樓梯。冇理由嘅，明明就係13級。但行咗12級已經到咗4樓，佢忍唔住轉身落翻去，慢慢再數多次。1、2、3、12，唔通真係我記錯？但就喺佢轉身開門嗰刻，背後有把好細嘅聲。13，呢把聲輕到好似幻聽，但係又清清楚楚，就好似有人貼住佢耳仔講，仲有啲寒氣滲入耳仔。林默即刻硬晒軚，佢慢慢擰轉頭，後邊乜人都冇，但係月光照唔到嘅陰影位，好似有啲嘢喺度望住佢咁。佢一支箭咁飆入屋。有錢我就即刻走人，呢個鬼地方邊個中意住就住到夠。連續3日，林默都唔敢再去數樓梯，索性3幾步咁跳上去。下晝5點43分，天已經開始黑。林默企喺1樓入口，喺袋拎出預先準備好嘅錄音筆。科學啲，可能係太攰，記錯咗啫。佢按下錄音，慢慢行上樓梯，數到第8級嗰陣，佢見到欄杆多咗條新鮮嘅爪痕，好似用指甲硬生生掘出嚟。佢越嚟越驚，前面有個陰影，好似有一團模糊嘅人影踎喺度。最後嗰步踏得好重，聲控燈已經着咗，嗰團陰影消失咗，好似真係光影惡作劇咁。林默鬆咗口氣，準備熄咗支錄音筆，點知突然覺得喉嚨有啲奇怪，突然喺佢嘅口入面冒出咗一把唔屬於佢嘅聲音。13，有人喺佢耳邊拍掌，啲風吹起咗佢啲頭髮。林默嚇到退後咗幾步，背脊撞牆，錄音筆跌咗落地，仲繼續錄緊。佢手震震咁執翻起，發現電量由78% 直接跌到得翻13% 噶啦。翻到屋企，林默一口氣飲咗2罐啤酒，電視開到最大聲，過咗幾粒鐘先咁聽翻啲錄音。前12個數字都係佢自己嘅聲，之後有3秒沉默，但係波形顯示其實係有聲，只係人耳聽唔到啫。然後就喺嗰句令人毛骨悚然嘅13，最恐怖嘅係用音頻分析軟件發現入邊有2種聲紋，除咗佢之外，仲有一個好似係細路女嘅聲紋，一路同步跟住佢報數，直到最後一個13成為咗主聲啦。突然有人敲門，差啲嚇死林默。佢收好錄音筆，喺防盜眼望出去，老劉皺住眉再敲門。咩事啊？我啱啱喺監控室見到你喺樓梯跑嚟跑去，搞乜鬼嘢啊？我冇嘢啊，只係無聊活動下啫，唔好意思，搞到你。唔好咁大聲啊，小心人哋投訴你啊！老劉講完就慢慢行上樓，上到樓梯頂差啲仆親啊！林默望到呢幕，佢見到老劉踏多咗步，
佢真係多咗一步，係肌肉記憶，即係佢都以為有13級，林默都唔知自己應該點做。突然樓梯傳嚟聲響，有人慢慢咁行緊樓梯，每步都好慢，腳步聲比秒針仲要慢。林默開始跟住數，數到第12步，聲音停咗，喺門罅見到有個影子企咗喺度。突如其來嘅聲響，好似係有人用指甲刮門啦。林默成個人呆晒，喐都唔敢喐，連呼吸都唔敢。唉，門外傳嚟一聲嘆息，然後腳步聲遠離，林默差啲喊出嚟。過咗好耐先敢喐，縮翻去梳化，燈冇熄，電視開住咗成晚，終於等到天光啦。林默守喺402門口，截住嚟收水電費嘅老劉。搞咩啊你？你一定要過嚟睇下。老劉唔耐煩咁甩開佢。林小姐，我講過啦，我喺呢棟樓住咗30幾年，從來都冇。你聽下，樓梯傳嚟清楚嘅腳步聲，好似有人喺樓下慢慢上嚟咁，啲聲越嚟越近啦，但係就係見唔到人。老劉面色都變埋，佢開電筒照落樓下，手都震埋啊！呢個平日大大聲嘅中年人，突然間變到騰晒雞。邊個喺度啊？林默順住佢手指嘅方向望過去，3、4樓之間多咗1級，顏色同其他唔同，好似俾啲液體浸過咁。突然之間腳步聲加快咗，好似有人發咗癲咁跑上嚟，嚇到老劉連電筒都跌埋。邊個？冇事唔好喺度亂跑啊！老劉聲都變埋，完全唔似平時。佢開始行過去，林默想拉住佢，但發現自己完全喐唔到，好似俾啲唔知乜嘢紮住咗。佢只可以望住老劉，一步步接近嗰級唔應該存在嘅樓梯。過咗陣，啲聲完全冇晒，連老劉嘅聲都冇埋。林默手震震咁攞住手機，開電筒照落去。老劉，你仲喺唔喺度啊？光線穿過扶手，照到老劉塊面血肉模糊。最恐怖嘅係，當光照到佢突然望向林默。11、12、10、13，個把聲真係好恐怖，嚇到佢大叫，手機跌咗落樓梯，啱啱跌咗喺多咗出嚟嗰級樓梯嗰度。林默跌跌撞撞跑翻入屋，即刻嘔咗出嚟，嘔吐物入邊夾雜住佢自己頭髮，但係佢已經冇心情去理咁多啦。佢鎖好門，拉晒窗簾，縮埋一嚿，望到實條門啦。警方係朝早10點嚟到，林默好似機械人咁一直重複講啊。唔知，我咩都唔知。但係對住監控畫面就眼都唔眨。畫面顯示老劉係自己行咗落樓梯，而樓梯真係多咗1級。當佢屍體滾到2樓平台嗰陣，所有血跡都冇啦啦消失，好似俾人舐乾淨咁。但係淨係得林默見到，因為監控睇到老劉係自己行落去，所以啲警察例行調查完就走人。凌晨嗰陣，林默執好晒行李，決定天光就搬走，寧願賠錢都唔想再住落去。凌晨3點17分，佢俾敲門聲嘈醒咗。林默用張被包實自己，揸實拳頭唔敢出聲。林小姐，開門啦！呢把聲真係嚇死佢。明明尋日親眼見到老劉死鬼咗，突然間轉咗做細路女。姐姐俾我入嚟啦！林默攞起手機，發現冇晒信號。呢個時候出面喺度數數1、2、3，每數下啲聲就近啲。數到12嗰陣，聲音已經喺門口。突然防盜眼黑咗，唔係光線變咗，而係有嘢擋住咗。林默慢慢靠近防盜眼，透過魚眼鏡，佢見到嘅唔係走廊，而係一條樓梯，喺最上面多咗出嚟嗰級樓梯，有個着住紅裙嘅細路女。佢慢慢抬起頭，塊面貼住防盜眼，門鎖不停自動咁轉，聲音好刺耳啊！林默炸晒狂咁推個衣櫃頂住道門，但門罅已經有隻灰白色嘅手伸咗入嚟，啲指甲捆晒黑紅色邊喺度推緊門啊！3日後，501嘅住客報警話聞到異味，警察破門入去，見到林默坐咗餐台，面前有杯發毛嘅咖啡，表情係詭異嘅微笑。法醫發現佢右手食指啲指甲崩晒，牆上面有13道血痕。最怪嘅係報告話，死者生前吞食咗大量頭髮。過咗排，地產帶住新租客嚟睇樓，個女仔跳跳閘咁上樓嗰陣，突然棘咗一下，膝頭撞到樓梯。呢段樓梯係咪少咗級啊？點會呢？一直都係12級。
402室道門滲出一滴暗紅液體，慢慢流落嚟，最後跌落，無聲無息咁消失喺根本唔存在嘅第13級。午夜時分，樓梯回蕩住兩把沙啞嘅聲，個後生女手震震咁開門，電筒嘅光照到個保安同個女人嘅身影。你哋喺度做咩啊？兩個人慢慢抬起頭，佢哋齊聲講：數樓梯。個女仔想走啦，但係發現自己對腳好似灌咗鉛咁喐唔到，佢絕望咁望住兩個人向佢伸出手，佢身後嗰道門無聲無息咁自己閂埋，黑暗之中只剩低此起彼落嘅數數聲。11、12、13。如果你係靈異愛好者，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like 啊，分享同埋留言，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